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主播向日葵，我是主播秀秀，我是主播珍姐。欢迎收看廖家礼拜15位四天谱。哎呀，廖家业的业处对儿童这概念影响小改革，是儿童乐园、儿童乐园。那我就好奇啦，除了儿童乐园，还有什么公共这个游乐设施是你们比较常去的？动物园。动物园，你们去动物园是什么心情去动物园？兴奋。那些动物都是要在森林里面啊，那个在森林里面我们又不能自己抓。嗯哼，那它跟在电视上看到一样，感觉像在笼子里面，跟现场去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可以亲眼看到它的全貌，感觉好像你离它只有几公分而已。可是，在电视上你就觉得好像就只有那一个小角角，比如说它只有露出一颗头而已。所以你可以完整的看到动物，比方说哦，它的脚原来长这样子，可是电视机每次摄影大哥都不拍，到底它的尾巴长什么样子，它的屁股长什么样子。那你去动物园呢，你都是喜欢看哪一些动物？我印象最深的动物是白老虎。我比较喜欢看兔子，一些可爱的动物。大家去动物园，平常闲时间是专做一家游乐社区叫做，可能某些小国都在动物园。对台湾係洋半島嘅，對台灣有咗幾嘅歷史，所以先為大家紹介兩團嘅動畫來看一下動物園洋半島嘅。你係乜雞呀？哇，係牛肉誒，看電影下哦。還有，長頸鹿。你最中意扮嘛？老虎係韓國類嘅，很得人驚哦。同學唔知麼？第19世紀歐洲都市巴黎、維也納、都柏林同倫敦係大家普遍認為清早開始有現代動物園的都市。哇，安早是有咧哦。到了20世紀，動物園因為改變，有雜動嘅有關起來嘅動物展示空間，天天的模特咧，變作為無曲的動次遊嘅動物展場。哇，安樣空間是變態咧。台灣頭一座動物園係1914年成立嘅台北圓山動物園。100年來，全台灣各地都出現了一座公立54年嘅動物園，係大家享樂嘅回憶。不過，到了2014年，發生了一件不幸嘅事情。河馬阿豪愛揾到皮皮去家下，因為人無生意，開始跌下來2度殺死佢，引起大家對野生動物嘅關心。經過按多年的審問，2014年1月2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嘅修正草案。安樣動好，阿好嘅目擊冇拍溜咧。野生動物唔是在個表演本人看嘅，唔過還係本人決定來學。佢哋素材食嘅東西都冇乜嘅變化，交通空間又合建起嚟，當然又有按多人愛去看。一到阿邊是知道一到動物行路搖啊搖嘅，引力眼前嘅。上看啊，動物變作安呢，係唔想會看到嘅嘿。來，秀秀，我先問你，看完剛才這個 VCR 這個動畫哦，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猴子騎腳踏車是一個很稀奇的事情，但是這樣子就會等於在虐待它。啊，你有覺得它有不開心的樣子嗎？我覺得它騎的時候好像蠻快樂的。可是有時候它會覺得很痛苦，但是它表面上不會顯露出來。因為我看到這個50年前經過半世紀的動物園，他們去一樣的圓山動物園，後來當搬到木柵，他們可以看到動物表演，還有那個過火圈，然後還有你看那個熊。可是我們下去動物園都看到他們在睡覺，在走路，不是顯得無聊很多嗎？可是那個他們能做出這麼那個難的動作，一定有經過特別訓練。可是野生動物又不是像狗貓叫你坐下就坐下，所以他們一定是用很可怕的方式來磨練他們，才能表演出這種東西。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阿和哈，我不知道你们看了这个阿和的这个画面，你有什么感想？阿和会摔落地面是人为的疏失。现在阿和已经摔过2次了，第一次应该要小心，不要再发生第2次的才对啊。结果连摔到命都没了哈。其实讲到照顾好动物后，在台湾来讲，木栅动物园应该算是所有动物园里面的模范生。所以我们这个星期啊，也特地找了一群小朋友，他们到了木栅动物园，这个所谓动物园界的模范生，看看里面的动物，以及他们究竟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所以马上来进行2礼拜小的Tiny Tea。平常时去动物园唔應該係猛吉痛咯，我下擺是冇同樣哦。今日一群同學會帶定前問題嘅心情，去同木柵動物園聽檢查。體會站介紹先來看下草原動物嘅生活環境。本來係啲發現喺草原嘅野度動物，也係本人關係合起佢哋嘅動物園度好。同學很容易看亞件事情哦。这里的高的树木不多，应该要让它自己去吃类似那种高的树，并不是要直接放那种笼子下来，里面有放食物。15个篮球场一样大的空间才会比较适合它。10倍吧，至少要10倍。講起從養路，在嗰類蒙古野馬不卡。不過，人家同學嘅係一隻黏黏的野馬，同學那地方啱呢？我覺得應該要在樹多一點的地方，然後草也要多一點，空間也要擴大，讓馬可以奔跑。離開野草原到歡國後，俺來到一定舒服人嘅企鵝館。企鵝係吉鐵嘅動物，嚟到亞熱帶台灣，就經常會觀熱嘅伊朗體檢。我覺得企鵝的生長環境不應該只局限於在這個地方，游泳的空間因太小，所以沒辦法讓企鵝的翅膀擺動很快，這樣可能也會造成它能力的退化。看睇第二隻嘅企鵝係屋企嚟嘅孟加拉虎，我想應該未談到嘅。動物園度好嘅老虎，卻唔會哦，而且係無聲無氣嘅見行來行去。老虎很有威嚴，但在動物園裡沒有威嚴，一直繞圈圈，位置太小，不讓它自由的在奔跑。我覺得老虎在繞圈圈的原因是因為它很憂慮。係講唔認真地去往動物園，唔會發現大隻動物看起來都唔歡喜，嘅同學心肝頭度有乜嘅想法呢？我覺得他們要在大概都在想什麼時候才能出去。如果把動物放出去，那我們就不能看到動物。但是如果把他們關在這裡，他們又感覺一直被局限在一個地方，就是覺得很矛盾的地方。看了這麼多小朋友去這個木柵動物園後，他們的回答當中，你覺得他們觀察到動物有什麼一致的行為？就是他們覺得空間太過於小小，然後呢就動物都在那邊做同一個某一個動作。就假如說他們就在那邊一直繞圈圈，一直繞圈圈。我去木柵動物園的時候，有遇到一隻獅子，一隻母老虎。然後我有拍照片，它就會一直在那個特別的洞口那個前面一直在那邊徘徊。然後其實空間還算 OK， 蠻大的，他們可以四處遊走，可是他們就是一直在那邊遊走。那空間狹小這件事情啊，你們自己看過在動物園啊，空間最小小的有沒有什麼印象？有啊，就是我看到可愛動物的那個兔子，然後就超多隻，就大概十幾隻吧。對。然後就擠在這種大球，那個地球大的那個。就像我們這個地球這麼窄的一個範圍，有20隻的兔子。對。那你有什麼印象嗎？就是我去木柵有看過2隻羊駝，一隻大的，一隻小的，然後它大概就這麼大吧。然後就放2隻羊駝，然後下面地上都在乾草，2隻，一隻大一隻小，他們就這樣，然後2隻是緊緊的靠在一起。
我们回到动物园的空间小小，造成你们会发现好像很多动物，你不知道它在做什么，绕圈圈或者头一直晃来晃去。为什么动物会有那些动作？我们有去访问是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的一个陈阿姨。她给我们什么专业的见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星期的社会摸案台。记者现在位于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的办公室内，等一下我们就要去采访玉敏主任有关动物园的问题喽。社会实验谱 ，Let's go！ 看到一个那个狮子，它们就是两只就一直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区在那边徘徊耶。在动物园里面的动物，非常非常高的比例都有一种，我们会觉得它已经是一种精神跟心理上面的疾病。那个疾病叫做刻板行为，意思是说，好像他们的这个行为是被刻在板子上了，就是已经是很固定的行为了。那固定的行为包括什么？就是不断的在那边绕圈子。那像台北市动物园曾经有一只狼，它会走8字形。就是每天从早上8点、早上9点开园到晚上5点关园，他都一直在走8这个数字，这个就绕这样的数字。那甚至如果你去动物园看台湾黑熊，你看到台湾熊常常都这样摇头晃脑，它一整天就这样摇头晃脑。好，那这从兽医或者是从动物行为野外动物行为的专家的角度看起来，其实就是动物用它这样的刻板行为在告诉我们。他快要崩溃了，他真的受不了了。其实我看了，我自己都有点意外，原来他们已经到这种快要崩溃的状态，才会出现这样的行为。那就像陈主任讲的刻板行为，你也很意外吗？原来动物已经这么痛苦了。对啊，我很意外。你有没有想到，原来他们那边绕圈圈，不是只有单纯的头低低在想事情，想不到是已经无计可施了。对，已经病入膏肓了。那珍姐呢？跟我原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本以为那个狮子就是固定那个区域是在送食物的区域，结果想不到他们是在那边已经崩溃。那就你们两个的反应让我觉得你们很难过，很不舍看到动物这个样子。你觉得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这个刻板行为对动物的伤害这么大吗？要啊。可是让你们很难过哎。至少要让我们学习啊。或许我们不知道动物正在痛苦，然后呢，我们以为它在找食物，所以很开心。然后动物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在伤心的时候你在开心？尤其大家到动物园其实抱着很愉快的心情，没想到被我们看的动物都这么痛苦。那其实，在动物园里面还有一个状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除了动物会一直绕圈圈，你去看有没有某一种动物特别多人去看，那有一些动物好像被冷落了，比较没有人理它。你发现有这个状况吗？有。你们看到最多人看的动物是什么？鹰鸭，两个都觉得是鹰鸭。为什么会特别多人要去看鹰鸭？你觉得？可爱。对，可爱。无尾熊不可爱吗？当初无尾熊也是大家排队要去看的啊，难道它现在长大了它就不可爱了吗？它没有广告啊，没有广告来加持，大家就是记忆随风而逝了，慢慢忘掉它了。就之前在24台的时候有一个鹰鸭的生活日记，而且那个好像除夕的时候，那个 7-Eleven 好像也有兑换那个鹰鸭的那个资料夹。就是在动物园里，明星动物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他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些明星动物？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一段访问。早來，我就去動物園檢查野雞杜峰一定主放人嘅貓容器，唔過也按到人擺得咧，係其他園區完全比唔得咧哦。电视上就已经有看过元仔了，所以我觉得要看他的介绍元仔有什么生活习性。他走路的样子很可愛，因為他走路的時候，他會一直搖屁股，然後頭也會一起搖。也特別是喺動物園嘅 VIP 園區，同學要做得清楚冇個問題呢。那個板上面有說，那個貓熊會爬樹，裡面都沒有樹，空空。只有那个木头的游乐设施。大自然平常都不会有那些塑胶桶给它玩，也不会那个树木也不会刚刚好中空掉在绳子上面。因为它有荡秋千啊，
然后一般的大自然也不会有荡秋千。熊猫是这个动物园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地方，所以必须制造很多东西让它玩，然后让游客开心。我觉得猫熊是动物园的赚钱的工具。我觉得猫熊是那个动物园的吉祥物。我觉得猫熊是动物园的摇钱树哎。开嘎后，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创下金氏世界纪录的大象，它的名字叫做林旺，它活了86岁，是全世界活得最久的大象。它之前帮助军人打仗，搬运食物。在它30岁的那一年，军人带着它来到了台湾，从此以后，它便住在动物园。那时候的小朋友都称呼它为林旺爷爷，而且每天都会有人去看它。可是呢，他现在已经在天堂了。洗下茶，我一下要腳腳真係喲。珍姐跟秀秀都有看过银亚哦，那再加上刚才我们再看了一次影片，你有发现银亚的家跟其他一样在木栅动物园的动物的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有很多游乐设施。童子，还有荡秋千，因为他是大明星哦，他是动物园的大明星。在珍姐你的观念里面，你的明星动物是谁？也是银亚吗？不是，是谁？是白老虎。哒啦啦啦！为什么他是你的动物明星？因为我觉得它好像是，因为普通的老虎不都是橘色的吗？然后这只老虎就是白色，然后眼睛是蓝色，感觉就是感觉好像外国一样，外国人不是很像很高等级吗？他就像外国人一样那么有吗？外国人有很高等级吗？就感觉好像外国人比我们聪明许多，好像感觉好像精英中的精英这样。那你觉得你在六福村看到白老虎，是让你联想到六福村在保育他们吗？有，因为我看木栅动物园里面也没有。然后，因为如果白老虎是那个很多的话，那应该。因为大家不是很喜欢看，那应该多引进几只。可是他们园内就只有3只，然后其他动物园我好像都没看过。就是白老虎在动物园里面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像珍姐她原本所设想的，就是为了要保育，所以把它关在动物园里面？我们又访问到了一样是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的陈玉明主任，由他来带给我们详细的解答。因为我们都知道老虎就是大概就是偏向橘色、棕色，可是为什么会有白老虎呢？而且我们全台的白老虎大概算多还算少呢？全世界的白老虎它的来源通通都来自于在这个1951年的时候，人类在印度他抓到了2只白老虎，在野外里面抓到2只白老虎。那其实很多时候，动物的繁殖跟我们人一样，很多时候可能会基因产生缺陷，所以就无意中生了2只白老虎出来。而且当初这2只白老虎，他们可以说是爸爸跟女儿，他们最后又把爸爸跟女儿让他们交配，又继续生出基因缺陷的小白老虎。那你想想看任何一种动物在野外绿色一片山林里面，你发现一只白色的白老虎，那我们会觉得很明显，对不对？可是白老虎它要去抓的动物来吃的这些小动物都看得到这是白色的白老虎，所以往往呢，人家很远都看到说，白色的老虎在那边，快点逃，就不利于它能够抓到食物来吃。所以基本上这些基因缺陷的白老虎，它在野外很多时候它的早夭率很高，就是很快就会死掉，因为它不利它生存嘛。那这就是一种自然法则的淘汰。在动物园给它吃好的、住好，这样不是会比较好吗？因为它在野外说不定抓不到什么动物来吃，它不是会活活的饿死吗？好，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它们是病的动物，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繁殖出来，让它们受苦之后才说我在动物园里面给它吃得好、穿得好、喝得好，然后给它好的照顾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明明知道它出来会生病的动物，还要刻意的把它繁殖下来？你知道它最后还会有锄头脚。什么叫锄头脚？其实老虎的脚跟你们想象猫咪，看过猫咪吗？猫咪的脚它其实关节啊，它其实有好，就是它其实是非常灵巧的，所以它很利于它跳跃跟扑抓猎物。可是锄头脚的意思是，它最后这个关节整个会变成是直的，所以其实白老虎在野外它根本不利于它行走。保育的精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暂时收容这些动物，目的是为了要有一天让他们可以回到野外去。可是刚刚我说的，对不对？白老虎在野外基本上很难生存，所以这是我们人类刻意制造出来的基因缺陷的动物。如果珍姐你已经知道白老虎是基因缺陷下的产物，而且都是来自1951年2只甚至是父女杂交这个乱伦生下来的这个产物，你对于白老虎原本你是崇拜它，你觉得它是精英中的精英，你现在对白老虎的感觉还是一样的吗？觉得白老虎好可怜。怎么今天我们节目里的动物都很可怜啊？办公室的动物也很可怜。怎么可怜？因为明明知道它是生病很痛苦了，为什么还要产出更多的白老虎让他们受苦？这样你就不能看到它了。可是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的一时之乐去让这些小动物们痛苦啊！如果有人因为看到你会快乐而让你痛苦的话，你会怎么想？就顺着你这句话来请教两位一个问题哈。经过今天的节目，你认为我们应不应该要有动物园？你觉得不需要动物园就是0分，我们不用动物园，但是你还是很需要动物园，你给10分。来，请你0分到10分，来两个同时把答案说出来。哎，这么小，两个都是3分。因为我觉得动物园只是娱乐而已啊，如果看了动物园会快乐的话，那你可以去别边找快乐啊。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快乐而去造成动物们的痛苦。其实我们人也是一种动物，可是我们都把人跟动物感觉好像区分成不同的，然后就觉得好像动物是比较低级，可是我们人也是动物啊。但如果照你的逻辑，我们人比较高等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肩负起照顾相对于我们认为比较低等的动物？这是我们的责任吗？一定是啊。唐天夜到社主部意見，現在過嚟談看啦。頭前佢開始參加動物園檢查嘅同學，要會用嚟看動物園嘅呢。我觉得动物园应该存在，因为如果没有动物园的话，那这样子还要再跑到别国才能看到其他国的动物。我觉得应该存在，因为这样才能看到世界各国不同种类的动物。我觉得应该要有动物园，但是不要开太多动物园，因为开太多动物园的话，所有的动物都会被关在台湾里，然后都出不去，然后就被限制在很小的空间里面。我觉得不应该要有动物园，因为我们小朋友不应该限制那些动物的活动范围啊。动物园有好处也有坏处，可是如果说我们让动物放生，那我们又看不到动物。如果我们不将動物放生，他們又覺得很難過，所以不知道該怎麼辦。嗰一要動物園幕，學識東南組嘅天，面對日嘅問題，英國有一個動物園係安尼做嘅。其實動物園都好，冇一定要管真嘅動物咯。啲英國嘅愛丁堡動物園，園區都好，就有一隻石頭作為大象同一個排嘅。排熱空就下定，第二間動物園地度，除咗亞雜，唔看唔到其他大象嘅。排熱空下定，大象係動搖自閉嘅動物，佢同當到一排強下成分。故所人家嘅動物園模仿出本家條好嘅成分環境，嘅天冇學任何嘅大象嘅。你要知道，也係行下去生命教育麼？這係兩禮拜節目內容嗬，啱啲係咪觀眾朋友看呢之後，然後現場兩個社會主播強調，感覺同步一出個
心情也當唔好，所以呢個問題強要問呢度，到底一年會你需要同步染麼？大家強下來思考。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下啦精彩節目內容，下週禮拜六7點半準時收看。小偉四天譜，耶！謝謝，到了，大家安排7點半，記得要準時收看。一個新嘅出版2年，台中體檢書年天，好嘅新聞演員嘅交通之外，並未做嘢，條條苦途也上懷疑，所以搶亂唔起訴。針對2件事情，台灣同步社會安檢委員陳永明主任表示到遺憾，竟然為冇做好好嚟安多年，人當外地因為人送機掌安全，我是很難發現安穩結果，表示冇錯對同步嘅安全根本冇注意。就是母親節了，你有沒有什麼要對媽媽說的？她就很直接、很自然的，就是說，媽媽我愛你，母親節快樂。最多的是越南，它有43%的人是從新住民是從那邊過來的。你之後出社會，你還是要一個人，所以媽媽沒有辦法幫你那麼多事情，你要先學會你自己怎麼做家事。